喺澳門呢個紙醉金迷嘅世界，有句話係咁講嘅：你喺澳門輸嘅每一蚊，最後都會落入同一個男人嘅後袋，去控制住澳門嘅經濟命脈，養活咗澳門1/3嘅人口。甚至有人話佢一句說話就可以決定澳門嘅 GDP， 外界叫佢做賭王。但諷刺嘅係呢位稱霸亞洲大半個世紀嘅賭城霸主，一生人從來都唔上賭台，亦都從來唔賭錢，因為佢深信唔賭就永遠唔會輸。有一個出身名門但家道中落，走難去澳門嗰陣袋得10蚊港紙嘅落難少爺，到喺槍林彈雨中同海盜肉搏賺第一桶金，再到面對黑道江湖追殺令，硬撼地頭蛇奪取賭牌。今日 D4 Culture 翻開呢份充滿血雨腥風嘅檔案，帶你探討何鴻燊點樣將自己條命擺上輪盤，贏盡千秋百業。第一章：10蚊難民與海盜槍戰。何鴻燊雖然出身於香港赫赫有名嘅河東家族，但13歲嗰年，老豆炒孖展破產走佬，佢由有車接送嘅少爺仔，變到連剝隻牙都冇錢嘅窮小子。1941年香港淪陷，20歲嘅何鴻燊帶住僅有嘅10蚊港紙，孤身走難去澳門。為咗發達，佢做咗當時最危險嘅行業——押船做走私貿易。呢份工根本就係揾命搏。有一次佢帶住30萬現金出海，點知遇上海盜劫船。海盜用槍指住佢個頭，將啲錢搶劫一空，甚至想殺人滅口。生死關頭，佢展現出異於常人嘅冷靜，趁海盜唔為意，搏命跳海游水逃生，差啲連命都冇。就係靠住呢種連死都唔驚嘅狠勁，佢短短2年時間，喺22歲嗰年已經賺到人生第一個100萬，成為港澳最年輕嘅百萬富翁。第二章：江湖追殺令的生死博弈。60年代初，澳門政府重新競投賭牌，何鴻燊拉埋霍魯、霍英東、賭城、葉漢一齊夾份入標，但呢個舉動徹底觸怒咗當時壟斷澳門賭業20幾年嘅地頭蛇勢力——傅老榕家族陣營。舊勢力發出咗當時震驚港澳嘅8大條款恐嚇，仲落埋江湖追殺令。如果何鴻燊敢踩入澳門，48小時內要佢橫屍街頭。佢哋甚至揚言要掟手榴彈炸爛佢啲酒店，同埋揾乞衣日日塞住賭場門口。面對黑白兩道夾擊，換作普通人早就縮沙，但何鴻燊做咗一個震驚江湖嘅極端反擊。佢公開向全澳門宣佈：如果我被人打死，邊個喺48小時內殺死兇手，就可以去我律師度攞100萬元紅。呢招以暴易暴、極限施壓嘅反元紅，直接拋窒晒所有殺手。冇人敢為咗幾十萬安家費去承受全澳古惑仔為咗100萬而來嘅瘋狂追殺。就係咁，佢硬生生撕開咗舊勢力嘅防線，成功奪得賭場專營權。第3章：莊家永遠是贏家。攞到賭牌之後，何鴻燊將澳門賭業推向現代化，起酒店、搞直升機、通航運，將澳門變成亞洲拉斯維加斯。佢嘅商業帝國巔峰時期，控制住澳門超過一半嘅稅收。無數賭客喺佢嘅賭場入面期望一夜暴富，但最後都係傾家蕩產。曾經有記者問過賭王，佢自己點睇賭呢樣嘢？佢嘅回答非常通透：我從來都唔信有人可以靠賭錢發達，因為賭客永遠都係靠運氣，而我身為莊家係靠數學同概率。佢一生人最大嘅一鋪牌，唔係喺百家樂張台上面，而係喺60年代用自己條命做籌碼，對賭成個澳門賭業嘅未來。結果佢做咗全亞洲最大嘅莊家，贏盡咗1000億身家同無上權力。2020年，98歲嘅一代賭王隕落，佢傳奇嘅一生充滿咗風流倜儻同鐵血手腕。佢話俾世人知，要喺殘酷嘅商業世界生存，你唔可以淨係做一個有錢人，你必須要做一個連死神都敢同佢對賭嘅狠角色。睇完賭王嘅傳奇檔案，你覺得佢最勁嘅係佢嘅商業頭腦，定係佢面對江湖追殺都唔退縮嘅膽識呢？留言話俾我哋聽啦！下一集富豪檔案，我哋會帶大家離開陸地，走向海洋，探討一位由普通銀行職員隻手空拳建立起全球最大私人船隊，連戴卓爾夫人都要對佢敬畏3分嘅傳奇世界船王包玉剛。想知點樣喺汪洋大海中翻雲覆雨？記得 subscribe 我哋 D4 Culture， 撳埋個鐘仔，我哋下集見。